早晚體重差減肥法，由每日磅重到每週分析。1. 核心原理。呢個方法唔係直接幫你減肥，而係一個自我監察工具。靠比較夜晚瞓覺前同第二朝起身後嘅體重差，睇返尋日係咪食多咗，身體代謝順唔順，從而調整習慣。正常嚟臨，夜晚身體會排出水分同食物殘渣，所以朝早體重會輕過夜晚。理想相差係 0.5 至 1.0 公斤。相差細過 0.4 公斤，可能食得太鹹水腫，食太多或者太夜食，運動唔夠，代謝慢。相差大過 1.2 公斤，可能前一晚餓過頭或脫水，長遠會拖低基礎代謝。2. 正確磅重方法。要數據準確，一定要跟足以下做法。時間同狀態。夜晚，大約夜晚10點，去完廁所，着返同一套薄睡衣磅。朝早，一起身去完廁所，未食早餐前，淨係着內衣或者裸磅。器材同姿勢。用同一部體重計，放喺平坦硬嘅地面，唔好放地毯。磅前確認歸零，企定喺正中間，雙腳平均用力，唔好挨牆，唔好喐，等數字穩定先記錄。記錄到小數點後一個位，例如 52.3 公斤，順便寫低尋晚食咗咩，例如好鹹、好夜食。